中国电商平台虚印伫法国巴黎百货公司开的头一间店面，昨开幕了。法国的民间团体是不满虚印伫平台卖囡仔造型的性商品嘛去抗议。即马法国政府嘛宣布讲，要先暂停虚印网络购物的服务。 示威者伫选实体店开幕迄天入去店内举牌抗议，不过真紧就互人请出去。当时有袂少人等去选买，差不多这个时间，法国政府宣布已经开始将讯网站关起来，主要就是进前几天讯网站伫卖囡仔造型的长期红仔，去互社会一直严厉批评。Donc moi je salue cette décision. Je peux vous dire également que la décision de suspendre cette marketplace, elle avait été prise par Chine avant. La demande du Premier ministre. Voilà. 虚印2012年伫中国创立，主要是卖中国制造的服装甲产品，介绍正俗。当时也因为供应链可能有强迫劳动问题，被人批评。包括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若是卖未成年外形玩具的争议。法国议员阁发现虚印平台顶卖武器商品，而且是法国禁止的五指虎甲骨头啊。 政府宣布1点外钟前，虚印伫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正式开幕。有抗议人士惊虚印未见效，用金属金派的丝加米造成环境负担，有顺首都巴黎进步形象等表示不满。 Entreprises comme Shein qui détruisent les emplois, la planè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aussi. On n'en parle pas assez, mais tout ce qui se retrouve dans ces tissus-là, parce que mal fabriqués, impac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目前也无清楚虚印网站暂停停驶是不是会影响巴黎实体店的营运。除了虚印，还有另外3个电商平台嘛当地互调查，原因就是平台顶有牵涉到暴力色情，也是违反人性的尊严内容，这内容也有可能去未成年接触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